各位觀眾，你哋好！嚟緊11月4日有一個非常之罕有嘅銀主盤喺烏溪沙站旁邊，就係迎海啦。呢個係一個複式4套房單位，景觀方面，我個人認為係沙田區內最靚嘅一個。立即去睇睇咯！今次帶大家睇一個非常罕有嘅複式天際單位，去到烏溪沙站就到啦。我哋經過迎海嘅商場，再穿過空中天橋，冇幾耐就到達16座啦。獨立電梯大堂氣派不凡。你哋睇下，巨大嘅 L 型大廳，再加上環迴嘅海灣靚景巨無霸，呢種咁嘅氣派絕對冇同級。呢個單位海天一色嘅景觀，仲有4個套房、6個洗手間。前面左手邊有2個露台，接近800尺，右邊有一個客廁。而前方一個過百尺廚房，至於工人套房就當然唔會少得啦。跟住落嚟，再帶大家行上一層，睇埋另外嗰4個套房。去到樓上中庭，仲可以擺一啲家私，變成一個公共空間。其中2個套房望西南，仲有內園景同埋海灣景觀。至於另外嗰2間套房，面積就更加大，我哋一齊去睇埋啦。呢一間仲有一個小露台，望返東北方向。呢個銀主盤好快就拍埋啦，話俾你知啊，開價仲比買入平咗成40%添喎。至於最後一間套房，仲附設埋浸浴缸添。景觀方面同樓下一樣，望返一望無際嘅廣闊海景。
興趣用最筍嘅價錢買到呢？快啲打電話嚟68447223或者69999469問下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